第8屆立法會選舉選情緊張，今日香港島西選區5位候選人：1號楊哲安，2號陳家珮，3號黃秋平，4號陳學鋒，5號郭偉強。參加港姊聯同南區多個社團喺香港仔海濱公園舉行嘅推介會，候選人同團隊依次登台，介紹南區政案同地區工作成果。自由黨撐經濟，絕對相信中產夾心中小微企要做好經濟、做好生意，社會先至有上流嘅空間。香港仔嘅避風塘咧，如果搞好嘅話咧，我相信我哋可以引入更加多嘅遊艇入嚟，更加多嘅高端消費入嚟咧，係搞好我哋嘅經濟，從而咧我哋政府可以多啲錢擺落去我哋嘅民生嗰度嘅。現在我參選立法會，就係要將呢一份由下而上嘅實戰經驗帶到議會，帶到南區，帶到中西區。事實上，作為議員最緊要嘅就係每次發生事，你要馬上去了解情況。我相信我哋嘅團隊喺社區係有大家嘅認可嘅，關心我哋嘅打工仔，關心我哋嘅基層，亦都可以同唔同嘅階層朋友接觸，同埋可以用易地而處嘅心態去思考問題同埋聆聽心聲，並有城中名人推薦同助選團互動。做實事，香港更強。我哋會一致一齊搞香港嘅經濟，大家安居樂業，開開心心，先至係我哋嘅目的。我哋見證咗東涌嘅新市鎮嘅發展，學方係勤勤懇懇咁樣喺地區活動，佢受過專業訓練，係識得聆聽，懂得去做。活動最後，全場齊聲呼喊選舉口號，氣氛熱烈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選舉新聞，可以查看港紙 Post 地區報或 Facebook 專頁。